后来乡亲啊，有关这个武汉肺炎，网络顶有不少人是摕温度杀病毒来做文章，讲这个温度若愈悬，就愈会当杀死病毒，叫人洗身躯就洗超烧的烧水，或者是开烧气，嘛会当杀病毒。其实哦，这拢是无影无迹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天气冷啊，浸温泉洗烧水真爽快，消除疲劳，促进代谢。在网络顶面出现一篇劝君洗一粒烧水液，新型病毒大减少的文章，作者自称是免疫学的博士，建议讲应该将这精神集中在克服感染的人群上。具体措施是透过洗烧水的方式，已经来讲病毒伫56度对死亡，体温升悬，嘛会使达到消毒病毒的目的。文章一日出来，伫网络顶面大家咧传来传去，可能温度会到50、60度。 这时候当然，这个病毒可能会这样死掉是没错，可是人体没办法承受那么高的温度，因为你人的体温一直升高的话，我们体内的这个整个细胞的运作都会发生问题。人体有调节的机制，只要超过38度，人就无爽快，无可能外靠洗烧水或者体温无限升悬。这个消息和医生说明。网络盛传，你只要常喝热水，热水就会帮你杀死武汉肺炎病毒。喝热水啦，说。 泡个热水澡就说自己会好起来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如果这么简单的话，武汉肺炎不会流行到这么厉害。尤其武汉肺炎的病毒是经过呼吸道的黏膜，你啉水是入到胃肠，啉过较济嘛无预防的效果。有人咧想讲，热天温度若升悬，那呢武汉肺炎敢会较会？一般病毒也要大概50几度，所以有人也讲就是说，要达到热到50几度也不容易啦。 温度对控制疫情唔是关键，落实自我卫生管理才是防疫基本原则。